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在列王记下已经看到北国的灭亡，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南国的第12位王是西西家。那西西家的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下的18、19、23章，在历代志下记载在29、30、31、32、4章。同时，在以赛亚书记载在36章、372章，所以我们看见在西西家的故事当中，旧约就有记载了三处的地方，特别是亚述来包围耶路撒冷的故事呢，是在这3卷书当中都记载，那在圣经当中很少看到一件事情会被重复记3次。我们来看今天第18章的经文。等以拉的囝以色列王何西雅第3年，阿哈苏的囝希西家开始做犹大王，伊在位的时25岁。伫耶路撒冷做王29年，伊的老母叫做阿比雅，是撒加利亚的查某囝。希西家做上主看最好的事，照伊的祖先代笔一切的所做，伊绘图山头坛，毁坏石条，错阿舍拉的雕像，拍碎摩西做的铜蛇，因为迄时以色列人要对铜蛇烧香，叫伊做尼福苏旦。希西家倚靠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伫伊以前甲以后的犹大列王，无人会当甲伊比。希西家对上主忠诚，无离开伊。接受上主所命令摩西的诫命，上主甲伊同在，伊无论去倒位，所做拢顺利。伊陪伴亚述王，无过服侍伊。伊拍败非利士人，直到加萨甲四围的地区，对加达有守望台的庄舍，甲有堡垒的城。那这里记载何西亚王的第3年，何西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拯救，但跟先知何西阿，是同一个字，但是上帝的拯救呢，已经不在北国，那犹大王，西西家登基，西西家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亚哈斯的儿子。好，那亚哈斯呢是连续4个好王之后呢，出现一个非常最糟糕的王，但是又在最糟糕王之后呢，拍地出后顺，又出现了一个在从大卫以来，可以说是最好的王超越了甚至前面的约沙法。那西西家是大卫的第14代，大卫的第14代。那他行神看为正的事情，就是不仅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亚瑟拉，甚至摩西在民数记21章所造的铜蛇就是当时他们因为悖逆埋怨所以上帝让这个蛇呢在百姓当中有火蛇在百姓当中来咬伤民众但是呢当他们要灭绝的时候呢摩西就用铜蛇来救他们使他们脱离这个灭亡。那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跟神在争闹跟神在争斗。好，那在西西家的服饰当中，我们看见圣经对他的描述，他是依靠神甚至在他之前，在他之后没有一个王能够像他所以在西西家的评价呢，在列王记当中是相当的高。那但是第7节提到他背叛亚述王好，那我们看到背叛，觉得这个字呢，是负面不好，因为北国有那么多次，8次的篡位，等于8次的背叛，那但是这个背叛呢，是脱离亚述，因为我们看见从亚哈斯，甚至更早之前，他们就开始被亚兰、被亚哈斯、被亚述欺负，甚至这个亚哈斯呢，就是关键的，因为他被
亚兰跟北国以色列联合攻打，所以他请鬼拿药单，请鬼提有单，找了亚述，就没想到呢，后来这亚述呢，趁你病要你命啊。好，那但是西西家呢，因为遵守上帝的话，好，所以他选择勇敢。那他不服侍亚述王，好，甚至第8节讲到西西家攻击了非利士人，好，把过去被占领、被失去的领土呢，又再一次的重新占领了。好，历代志下28章，好，可以看到他收复的这一些的领土啊，都是在亚哈斯的时候失去的。但是呢，这个西西家王奋发图强。好，我们那在历代志下的29章，可以看到西西家王把当时他父亲亚哈斯移动了这个圣殿的这个铜盆，还有挡住了圣殿的门呢，他又重新修理，重新开启，那重新来安排圣殿的服饰，几乎可以回到当时大卫时期所罗门时期的这样子的班次啊。所以让耶和华殿中的事物具备。历代志下30章看到呢，那虽然那时候北国被灭了，但是北国在这个存亡当中，或许已经被灭，但是他依然传遍以色列，从最北边的但到最南边的别是巴，来呼吁百姓呢，来耶路撒冷圣殿向上帝守节。那这才叫彻底的除去丘坛因为呢他们有了丘坛，他们就不来圣殿。好，那但是他们在秋坛在高冈、在青翠树下，所献的呢，所敬拜的呢，搞不好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历代志下31章呢，提到西西家王，在宗教上的改革，甚至这个11奉献呢，那百姓呢，全都送来积成堆垒，甚至呢，从三月一直开始堆积，到7月才堆积完3、4、5、6、7，那足足5个月啊，百姓呢非常的踊跃，可以说是空前的盛况。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下的18章第9节。以西家王第4年，就是伊拉的囝以色列王何西雅的第7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攻撒马利亚。到第3年年尾，就是希西家第6年，以色列王何西雅第9年，撒马利亚受攻破。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掠去亚述，互因住伫哈纳、歌散地区的哈博河边，以及米迪亚人的城，因为因唔听叹上主因的上帝的话，违背伊的约，上主的仆人摩西所命令因的，因唔听叹，唔遵守。好，那这段记载呢，跟前面在列王记下17章，可以说是重复，或是重叠。好，那前面是亚哈斯的时期，在北国发生的。好，现在呢，到了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呢，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亚哈斯、西西家，他们可能是有重叠交错的时间。好，第13节，以西家王第14年，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所有坚固的城，佮甲因占领。犹大王希西家派人去拉结，见亚述王讲：我有得罪你，求你撤军离开我。你无论要求什么，我拢答应。对安尼，亚述王发犹大王希西家银10000公斤，金1000公斤。希西家就将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府库所有的银拢互伊。希西家阁将上主圣殿门顶的金，甲伊家己包伫条顶的金拔落来，交互亚述王。亚述王对拉结派元帅、将军甲总司令带大军去耶路撒冷希西家王遐，因就来到耶路撒冷，徛伫上池的水沟边，伫漂布场的大路遐，因大声叫王，就希勒家的囝宫廷总管伊利亚敬、书记舍贝纳以及阿萨的囝书官约押出来见因。好，那这段记载呢，就是在
列王记下、历代志下、以赛亚书，好，三卷书呢都同时有记载，好，甚至到后面的部分呢，好，那约哈斯好请亚述来帮忙，好，可能灭了亚兰，也灭了北国以色列，好，但是呢，这时候呢也要来灭南国犹大，好，那这时候王呢已经从之前好提格拉毕列色，好，经过了撒曼以色。从之前的萨曼以色啊，经过了萨尔根，好，现在呢亚述王已经换了，好，成为西拿基利啊，好，所以这西拿基利王呢，他就要来攻打南国，好，甚至要将它夺取。那派了他的西西家呢，也派人好去到了拉吉，好，离耶路撒冷大概55公里，好，亚述王已经军队已经。在那里，好，向亚述王好道歉，好承认罪，自己有罪，好的，好就不应该背叛，好的。那但是呢，亚述王呢就罚他，好，银子呢是300他连得，就是1万公斤，黄金呢好是30他连得，就是1000公斤。好，虽然跟所罗门时代比起来，好不算什么，好，但是呢，在国势这么衰落之后呢。好，这些对他来讲呢，好还是负荷相当的重啊。好，甚至呢，还有王殿里面王宫府库所有的银子呢，好都要给他。好，那这些的银子大概有20几公吨了。好，那甚至西西家呢就得要将圣殿的金子，好，这已经不知道第几次了。好，在南国约阿斯王、南国亚玛谢王、南国亚哈斯王到南国的西西家王。好，他们的圣殿呢，好，都一直不断的被搜刮，好，然后呢，不断的被拆死，耶路撒冷的城墙，好，等等，好，非常的可怜。好，虽然西西家我们在历代志看到，哇，他有很多的宗教改革，好，有很多的奉献，可是呢，遇到了亚述大军呢。好，只能够乖乖的交出来啊，好，所以前面的奉献呢，好，可能可以说，好，现在呢，好像变成一场空啊，好，但故事还没有这样。好，17节，好，17节跟前面13节呢，好，这中间应该是不同的年份。好，前面是在西西家王的第14年，好，大概是在主前715年。17节呢，好，那亚述王呢，又从拉吉派元帅、太监长和将军，旧的和本是3个名称啊，他尔探、拉伯沙利、拉伯沙基。好，我们会觉得这3个人名其实和修本现代台语、现代中文都已经把它翻回来，它就是亚述文的官职就是亚述的元帅、亚述的太监长和亚述的将军好，那17节是可能是在13年之后，好，也就是来到了主前的701年了，好，表示说这西西家作王的14年开始，又过了13年，好，就是西西家在位的27年了。好，那这个亚述王呢？好他都可以收到西西家好的罚款，好，但是呢，他可能不缴了，好，所以亚述又在派军队来包围啊，好，那这一次呢，好是大军好包围西西家，好，不过呢，这里有提到了18节，好，提到了他们就去了耶路撒冷，好，站在上池的水沟，还有漂布地的大路上啊。好，那可能在这十几年当中呢，好，西西家呢，好，他也有发愤图强，好，那他做了非常有名的就是西西家的水道，好，那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耶路撒冷城的下面有个下水道，好，是透过西罗亚池子，好，这个水呢可以引到西罗亚的池子啊，好，那让他们就算外面呢，好被包围，可是城内呢还是有水可以用啊。好，那当这些亚述的元帅、太监长、将军好来校正的时候呢，好，那西西家就派了以利亚敬，好，那是宫廷的总管，跟书记舍伯纳，还有史官约雅，好，那他们出来呢，好来面对好这些的大军，好。第19节，总司令对因讲，去甲希西家讲，亚述大王安尼讲，你在靠势什么？你想讲有策略甲军力，其实是碰风的话，到底你是靠啥人？竟然敢反叛我？
你所挖靠的埃及是一支长去的罗德拐仔，人若靠伊手会互伊插入去，所有挖靠埃及王法老的人拢会安尼。你若对我讲，阮挖靠上主，阮的上帝，以西家竟毋是有废除上帝的山头坛甲祭坛，国甲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讲，你一定着伫耶路撒冷即个祭坛敬拜。他来甲我的主人亚述王相输，我互恁2000只马，恁竟有法度找到遐的人通骑。若无法度，恁若会当拍败我的主上细一个部下，恁兼要搁我靠埃及的战车甲马兵。现在我来攻击毁灭这个所在，竟毋是上主的旨意。上主亲身甲我讲，上去攻取这块土地，甲伊毁灭。虽然现在是亚述王的代表去见西西家王的代表，好，他们互相的校正。好，那在以赛亚书呢26章，好，我们就可以看出，好，那当时呢，好，他们的确是有想要来投靠埃及啊。好，但是呢，现在过了十几年，好，就是西西家呢，好，不想要再臣服，好，他想要再借由埃及的势力，好，但是呢，好，上帝呢，好要向南国犹大呢，好，来让他们学习功课。好，那所以这个亚述的将军呢，还说我直接送你们2000匹马，但是你们有办法有2000个骑兵能够骑着2000只马吗？好，所以这个口气非常的狂妄哦。好，甚至在最后25节，好，那他们还替神发言。好，他们都知道西西家废除了这些的丘坛和这些的祭坛。好，那他们甚至呢说，这个一切事情都是神好，耶和华神好让亚述好要来成就的。好，所以他们应该好要乖乖投降。好，所以听起来头头是道。好，如果没有去查验，没有去分辨，还真的这些敌人好就是上帝耶和华神所派来的。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希勒家的囝伊利阿金夏贝纳加约对总属灵讲，请用阿兰话对你的仆人讲，我有听有，请毋通用希伯来话讲，惊了互城墙顶的人民听着。总属灵对因讲，恁想讲阮主人找我讲这话，只有要互恁甲恁的国王听是无？毋是，我嘛要讲互城墙顶的人听。因甲恁共款，着食家己的粪，啉家己的尿。总司令阁徛起来，大声用希伯来话讲，着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安尼讲，毋通互希西家骗去，因为伊袂当救恁脱离我的手。伊叫恁信靠上主，讲上主一定会救咱，这个城袂陷落伫亚述王的手。好，那所以这3个呢，亚述派来的大将呢，好，他们不接受这样的协议，好，表示他们也会讲希伯来话，好，但是这些西西家的官员呢，希望他们用亚兰话，好，不要用希伯来话，好，就是犹大人听得懂的话。好，免得呢，好，他们呢害怕，但是呢，好，这些亚述的官员将军呢，好，元帅呢，好，他们更大声，还用希伯来话，好，讲给好这些在耶路撒冷城墙好里面的百姓听啊，好，说你们都要一起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好，表示呢，他们已经完全被包围啊。好，甚至呢，他们就要断粮了。好，他们呢，好，他们再也插翅难飞哦。好，那为什么亚兰话好在这时候变成一个大家听得懂的话？好，甚至我们知道耶稣那个时代也是在讲亚兰话，这可能跟这个亚述好他们的这个亚兰人。还有亚述，好，那他们呢，说的这个政策有关，好，我们看亚述呢，好，他们的殖民就是引来很多的种族，好，把他们移过来这边，俘虏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好，所以让他们用熟悉的语言，所以亚兰，好，也渐渐成为这个国际语言，好，所以被称为古典亚兰文，好，或是称为帝国亚兰文啊，好，那但是他们一直在
用心理战，好，叫耶路撒冷城墙里面的犹大人投降，好，让他们心里面害怕，好，因为呢，他们好像已经无计可施啊，好，三十一节，唔通听希西家的话，亚述王安尼讲，甲我讲好出来投降，安尼恁逐个人就会当食家己种的葡萄甲无花果，啉家己的井水。听候我带恁到一个所在，亲像恁的土地有五谷甲新酒，有米酿甲葡萄园，有橄榄油甲蜜，互恁活长岁收，毋通互希西家骗去。伊讲上主一定会救咱，恁毋通听伊的话。万国的正神明，倒一个捌救伊家己的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哈马甲阿尼伯的神明伫倒位？西法我因希拿。以我的性命伫倒位，因将有解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这个国家的神明有倒一个捌对我的手救出因家己的国家？安尼，上主哪会当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头？毋过人民拢真真无应半句话，因为希西家王有甲因吩咐，毋通应因。迄时，希勒家的囝。宫廷总管伊利亚敬、书记谢便纳，甲阿萨的囝史官约押，拢拆离因的衫，对希西家报告亚述的总司令，甲因讲的话。那我们看见亚述是软硬兼施啊，前面甚至还妄称上帝的名，说这就是神要成就的事情，但是后面马上露出他们的马尾，说不要听神，不要听希西家，不要听从神，所以魔鬼虽然会说谎，但是他们很容易就露出他们的马脚，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但是呢，他们也说之以理，动之以情，说他们已经从亚述这么远的地方一路打下来，打到现在，有哪个国家呢？能够脱离他们的手呢？亚述呢，俨然已经成为当时的一个新的霸主，一直打到了北非啊，连埃及呢，都被亚述给打败，那他们又怎么样能够以小小的耶路撒冷南国犹大，怎么能够脱离亚述的手呢？但是虽然亚述说的头头是道，可是南国犹大的3个官员呢，静默不言，一句不答。这句话的原文就是装聋不听啊，假装没听到，就没有任何的回应。为什么？因为希西家有吩咐不要回答。少说少错啊，多说多错，所以有时候安静呢，沉默是金，但是他们就把这些话呢带回去到希西家，撕裂衣服，痛苦万分啊。在今天的金句是第6节，希西家对上主忠心，无离开伊，接受上主所命令摩西的诫命。我们看见希西家王真的是很优秀，他的优秀的程度呢几乎要直追他14代前的祖先大卫啊，而且呢他能够勇敢的把摩西那大概就是700年前流传下来的这个铜蛇，当然这铜蛇不一定是那时候的铜蛇，有可能是复制品。但是他把当初铜蛇代表的救恩的记号已经变成盲从的偶像，所以希西家敢砸碎铜蛇，因为他清楚知道什么是神所厌恶的，神是忌邪的，但是他知道什么是讨神喜悦的，所以前面这么多的王，没有人敢动手的，希西家动手了。而我们也思想，当仇敌有时候像亚述大军攻击我们、围困我们，我们的内心是否会瞬间的破防、退缩，或是自责？像希西家就第一次就说我有罪了，你说什么我就乖乖照办，你要的金子，你要的银子，我都乖乖给你，甚至不惜出卖、掏空这些分别为圣的真理，代表的这些圣殿门上面的金子，那都把它刮下来，去向世界来低头，向潜规则来妥协，这个是魔鬼，他希望我们做的。但是我们要祷告的是，面对世界的嘲弄，有人叫我们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然后呢，用大家都听懂的话，来羞辱我们，我们
在这种恐吓控诉当中，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好，也就是西西家的提醒，好，不要回答他，好，闭嘴静默不言，好，不要跟魔鬼辩论，好，不要跟谎言来过招，而是让我们能够寻求神，定义的寻求神，耐心的等候寻求神。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爱们的父神，好，教导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好，当我们遇到的困难或压力，让我们能够警醒，也从西西家的成功，还有遭遇的挫折，或是危险攻击或是失败当中，让我们能够得着生命的智慧，知道怎么样能够以神为中心，能够寻求神，而不要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让我们能够从神你的旨意当中、心意当中来胜过环境，胜过嘲弄，胜过恐吓，胜过魔鬼撒旦的控诉。感谢爱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率领我们得胜，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